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！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爺爺，吹咗風鼻塞好辛苦，成個人都好唔舒服啊！乖，爺爺教你一個小方法，幫你舒緩下。呢個方法就藏喺隻手度，叫做合谷穴，屬手陽明大腸經，係解表指痛嘅好穴位，專門應付你呢種不適。呢個穴位喺手背第二掌骨靈側中點，即係食指同拇指根之間嘅凹陷位，好易揾到噶。合谷穴最擅長疏風解表、風寒鼻塞、輕微感冒，靠佢就可以舒緩唔舒服，唔使急住食藥。牙好痛啊！合谷穴可以行氣止痛，牙痛偏頭痛都靠佢舒緩。趕路熬夜、吹風頭痛，隨時靠合谷穴調理下氣息，就可以穩住精神。合谷穴就隨身嘅健康小幫手，受梁上火引起嘅輕微唔舒服，都可以用佢嚟應急。合谷穴好有用啊！以後唔舒服就靠佢。